嘛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国际观光客无来，台北永康商圈的生意至少减70%。这个永康商圈拼经济，家己发100万张的拍折券，有袂少的店家因此顺利度过难关。嘛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来发这个振兴券，嘛希望这个振兴券是小面额100块的，安尼较好用。目前中央嘛正在努力，要让这个振兴券好领阁好用。永康街看袂到国际观光客，永康商圈拼经济3个月发出100万张的拍折券，予国内观光客，予伫遮开店的生意人优惠30%的营业额。政府发行的振兴券啊，我们第2个阶段要跟他合作，一张啊，真的100块，很好用，非常好用。振兴券的面额100块、200块、500块、1000块，拢有人建议。行政院嘛拍算要将超商的喙安注文的系统升级做振兴券的注文系统，希望讲好用、好领。除了中央拍拼，地方嘛会做伙拼经济。今日上爱去的动物园，也有儿童新农园、天文馆、鸟空缆车，有可能免100块就使耍透透。台北市政府正在研究讲要推出，只要到台北住1暝。用大房证明，就会使用人角的介绍，一个手算4个场馆，希望讲将观光的人气重新搁甲找回来。